好，时间到，咱来祈祷。特别感谢你的恩典，让阮搁一摆来组织伫圣殿透过网络有诚济来参与。阮感谢你，互阮会通有几摆时间做伙来研讨保罗宣教的行程。伫这中间，阮看见伊所拄着济的艰难。但是这无来磨灭掉伊对你福音的热诚。这中间，阮得到一的激励甲帮助，也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也阮会当学习伊的精神。透过阮所读这的宣教行程，也阮搁一摆来了解来思考阮所面对所有的一切伫教会的事工以及阮做基督徒受呼召的态度。阮今仔日要组织恳求你的圣神来开启，阮会当更较清楚对遮来得到帮助。将用的时间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第三摆行程还未结束啦，就是讲，其实这段咱要归纳是第三摆也是第四摆足困难去做分界啦不过我可能会单甲伊讲，保罗伫耶路撒冷、伫该撒利亚伫遮咧做甲人咧审判伊伫遐咧做辩论，这中间我会甲当做第三摆。伊伫甲伊公开讲，伊甲这个前副长讲，伊是罗马人，应该受罗马的这个审判甲伊开始出去要行往这个罗马的这个行程，迄阵我才甲做分界做第四摆安尼啦所以基本上咱即摆搁伫第三摆的这个范围内底咱看见讲伊倒转来伫耶路撒冷伊特别是伫该撒利亚耶路撒冷，咱有看到这济的基督徒欢迎因欢迎伊甲伊遮的同工但是伫上时有济的人伫遐咧听候伊，要来控告伊将伊抓起来这个情景我会几摆去讲到，甲耶稣受掠的情景，其实有足类似的所在包括讲迄个先知，伊有言讲，伊来耶路撒冷的时阵，会去互掠起来，会交互外邦人。伫耶稣的身上嘛是有安尼有言啦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伫保罗所拄着的代志，可能咱会当倒转来伫。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伫山顶的教示上落尾讲，恁若为着伊受困逼的，恁就有福气大概是这的角度，咱会当伫这中间不断倒转来咧思考这的物件啦好，咱要来看讲伊即马伫耶路撒冷受掠所拄着这的代志。今仔日我试看卖看，我都讲到24章无23、24我较会用较简要的方式讲。21甲22我会讲较幼啦较讲较幼若阵讲无完，咱就后摆咱继续来讲安尼好。咱搁一个看伊第三摆的行程啦共款是对安提阿开始咱知影这安提阿是真重要宣教中心然后这是经过路程，就是伊伫第一摆、第二摆。有伫即个所在开拓，甚至伫遮来呼召伊的学生提摩太了后，这才是伊真正第三摆的行程，就是过来伫这个马其顿遮，但是伊点上久的所在是伫即个所在，以弗所2冬的时间伫遮有一寡时间，但是无介长嘛记载真短无讲介济。较趣味的是，当伊咧会程的中间，伊本地想要对遮日头坐船转来到遮，但是因为犹太人想办法要甲伊掠的即个情形的下面，伊就搁倒转来对即个原来即条路，但是伊为着要避免以弗所的问题。伊就用跳岛的
用跳岛的安尼，吼。啊，当然伫即中间佫一个美丽岛，伊有来招呼遮个伊有所教会的长老，伫遮又甲因劝勉，互相带导，吼。倒转来伫道理麦遮嘛是共款啦，吼，推落道理麦遮吼，伊嘛甲遮个基督徒有见面，受到欢迎，嘛伫遐甲因相视，吼。咱知影有先知出现，甲伊考劝啦，吼。但是咱知影伫即个中间，有无共款的圣神的感动的中间，要安怎去超找去顺服一个圣神的引带，这是一个功课。咱前边也有小可讲到这个部分吼。好，咱有看到道理麦吼，嘛叫做亚科啦，是现在的名啦吼。伫这中间，咱有看到伊伫遮呢，伊有当初时即摆嘛佫留地吼，真重要的古迹，伫十字军东征的时阵，因所学的这个地道啦吼。这嘛真重要的建筑啦吼。咱若准有机会去到伫土耳其去拜访保罗的行程的时阵，咱会发现一寡礼拜堂呢，过去拢是基督教的礼拜堂，但是有伫黑暗时代回到统领土耳其以及即个非洲北非吼，了后因就甲即个礼拜堂改做清真寺的形式。你会当对迄个建筑中间去看到一寡教会的形式，嘛看到足清楚即个清真寺圆拱形的即种清真寺的即个建筑的形式啦吼。这是伫遐较特殊的，我大概小可甲咱用即个图片，互咱小知一下吼，看一下吼，好。咱伫史书记的中间也有讲到即个咱咧讲多利买，还是讲雅科吼即个经文伫遮，我小可伫旧约已经有摕到即个所在啦吼。好，按前面讲到，其实咱有小可讲到26节，但是咱无讲到真有，就是讲伊伫迄个所在受到欢迎的代志吼。咱看17节即个。指耶路撒冷遮信徒欢喜接纳保罗甲路加因等等遮，讲伊讲阮到耶路撒冷，信徒拢真热切来接待阮。当然，这个信徒到底是咧讲什么人？有人讲是犹太基督徒，但是呢，你若搁另外一个经文来看，是咱大概知影，真较有可能是外邦的基督徒，因为圣经有甲咱讲。遐个犹太人毋知影伊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吼，所以用安尼，咱可能知影讲，大部分真有可能就是外邦的基督徒对保罗是较欢迎的啦吼。犹太基督徒因阁毋知影伊倒转来伫22节的所在所讲的吼，所以咱基本上若用安尼来去甲伊了解的时阵，有可能犹太基督徒无伫即个欢迎伊的。即个迄群人的中间啦吼，当然保罗真用心，咱拄则讲伊为着要避免即个以弗所，也要避免即个犹太人的军装，所以伊用跳岛的旅行，倒转来伫叙利亚耶路撒冷遮，当然又达到真好的效果吼。咱知影伫犹即个22节咧，甲咱讲，遮犹太基督徒毋知影伊倒转来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吼。所以咱拄则讲，真有可能就是遮个希腊的基督徒吼，外邦的基督徒来欢迎因啦吼。伫路加福音拢无提到，咱前礼拜有讲吼，无提到保罗去募款的代志，嘛无提到讲伊赚钱转来捐献吼，即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吼。但是咱对其他的经文有看到啦吼，像罗马书15章31节吼，互我无抵到受到犹太遐个无信的人的危害，搁互我伫耶路撒冷办理的救济的工作吼，这个救济的钱伫倒位来？保罗捌伫甲哥林多教会讲恁有热心，但是恁规工拢无做吼，就是咧讲咧真济耶路撒冷遮的真送香的人吼。
伫旧约甲新约，一直到近代来讲，其实犹太人伫周边的国家，也是讲其他的人，比如讲非利士人咧看犹太人，其实因拢感觉犹太人是安尼足低下阶层的，吼，毋是介文明的，啊，毋是介好雅的吼。但是咱近代来知影，就是讲，犹太人到落尾足够做生意，啊嘛真巧吼。啊，迄个当时因还阁毋是介好雅，啊，毋是介高赞的人的原因，是因为因对游牧民族进入到伫一个定居的民族的时阵，因阁有一段时间检采伫迄个所在来适应，啊，检采伫遐搁咧学习吼。比如讲，咱若后壁我阁会小可讲着，大必迄阵仔要做王进前，啊，伊对非利士人有学习着一寡物件吼。咱连伊讲着时，咱则搁来讲啦吼。所以基本上呢，我用安尼背景要甲咱讲，就讲其实伫耶路撒冷内底，好野真好野，但是足少数，大多数的即个犹太人伫耶路撒冷的人，其实是足善食。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出去伫马其顿甲希腊的教会，伊所开设的教会，伊去遐是为着因来募款吼。这是咱大家知影迄个背景啦吼。所以遮诶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真侪迄个咱讲中间偏右吼，较激进啊，是讲较有犹太教背景的遮个犹太基督徒啊，因拢对遮个弱势较冷淡。为什么？犹太人拢看人袂起，咱主要看吼，法利赛人看啥物人袂起？看扣税有无？耶稣就有讲啊嘛吼，迄个两个人伫圣殿祈祷，哦，啊，迄个法利赛人安怎祈祷？啊，上帝啊，你看我做了足好诶吼，啊，我无亲像迄个，所以基本上，犹太人伫当初时诶背景，因对弱势者毋是真关心，毋是甲因当做真需要去关心诶人，因是甚至甲因排斥掉啦吼。啊，因即阵诶人呢，咱咧讲较上流社会诶人呢，因就拢较注重伫迄个宗教礼仪，因拢穿水水，啊，拢伫路边祈祷吼，这耶稣拢有讲到诶代志啦吼。啊，伊嘛真注重迄个爱去圣殿献祭。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会去看到，保罗有做一个宗教妥协代志啦吼。咱等下去讲着啦吼。好，18节伊讲第二天，保罗甲阮做伙去见雅各，所有的教会长老也拢在场吼。咱有几若摆讲着我们啦吼。咱台语咧讲，我们有两种讲法，一种叫做咱是全部，吼，啊一种叫做啥？阮，伫遮叫做保罗甲阮，所以保罗无伫内底，吼，啊另外所在吼，伊咧讲着我们的时是讲咱，包括保罗，吼，因拢做伙去倒位，啊16章即个进前。敢若讲因尔尔吼，所以伫遮有一寡无共款的角度咧讲啦吼。啊，不过咱伫遮就真清楚知影讲，即边咧讲的我们是咧讲路加甲西拉甲遮的同伴，啊，保罗是另外提起的吼。好，啊，伊即个所在来讲着雅各，当然雅各伫当初时，咱对于使徒行传15章就已经知影。伊已经是一个使徒传统的一个领导者啊。若真正要照起讲来讲，雅各应该是天主教应该创立的第一个教宗啦吼。但是真可惜，这个天主教是从彼得做第一个教宗吼。但是伫初代教会拄咧兴盛的时阵，事实上，耶稣的小弟雅各。伊则是伫迄个时阵有即个权柄做决定的人。咱有机会倒转去看使徒行传15章，因咧讨论即个外邦爱受洗礼、会受割礼无？彼得先讲话，彼得讲着伊的异象
有天顶有落一块布啊，内底拢放垃圾的物件吼。伊讲着即个外邦的经验了后，逐个人还佫无法度接受，到落尾是雅各徛起来做决定，讲外邦无需要照犹太文化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雅各是一个真有决定权伫即个使徒的团体，也是迄个传统内底啦吼。好，所以因倒转去亚罗撒冷圣经的记载，路加的记载讲安那，因是去见雅各甲长老，所以雅各是一个领导者，迄个地位是足确定的吼，是毋免去怀疑的吼。雅各是当然是真重要的领导者吼。所以因就伫即个所在来甲伊来讲话来分享吼，伫15章咱就看见伊所派吼，所以使徒甲长老因就开会讨论即个问题，这是15章伫迄个所在咧讲的吼。但是使徒甲长老到底长老是毋是包括使徒？其实应该毋是吼，使徒有本身使徒的，长老是伫开始设立教会了后，因开始有的即个职务啦吼，算出来的才会同工吼。咱知影若伫传统的长老教会内底，特别阮伫美国的时阵，阮做伙咧开会，阮袂去讲着讲我是牧师，阮会称牧师叫做教导的长老，称长老叫做管理的长老吼。所以这是初代教会开始建立了后所有的。使徒有使徒的另外一个传统啦吼。好，13节到14节讲，因讲完了，雅各嘛讲遮的主内朋友，请听拄则西文所讲的吼。我拄则讲过，彼得先说明伊家己所领受的即个异象上帝照顾外邦人，所以到落尾伊才徛起来吼，雅各才徛起来，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来讲最后的决定安尼啦吼。好。我拄则已经有讲到我们啦吼，即个我们内底吼，伫希腊文是安尼讲啦吼，阮吼无包括保罗即个吼，的讲法甲有包括是无共款啦吼，无共字啦吼，无共字吼。即我想共款，咱前边咧讲吼，咱大概了解者就好吼，就知影讲伊咧写法安尼啦吼。好。经文19节讲，保罗因请安，然后将上帝怎样使用伊伫外邦人的中间侍奉，拢来甲因报告分享。所以伊伫外邦传福音的中间，安怎设立教会拄着甚物款的困难，遮的人偌尔热诚来渴望着即个福音救恩等等保罗转来就是拢咱讲用即摆讲法叫做述职啦吼。咱总会有几个宣教师，亲像我一个同学，进前伫英国吼，即摆转去德国，伊大概是每一年拢来倒转来总会伫即个所在来述职，来分享伊伫国外遮关心遮国外基督徒的遮的代志安尼吼。共款保罗迄个时代嘛是安尼啦吼。咱若看见讲，伫使徒行传，保罗就是安尼来介绍伊的工作，然后伫迄个所在嘛讲到伊的困难，因为有一寡基督徒，咱拄则讲的中间偏右是右派的基督徒，咱讲较激进的吼，因坚持外邦人着爱受割礼了，才会当领受救恩吼，才会当加入教会等等遮的问题，因就来甲伫耶路撒冷吼，来甲遮使徒报告吼。所以咱会当看外邦的洗礼，伫迄个时阵就已经有确立的代志吼。就咱到今仔日像台湾的基督徒，咱就无讲到割礼的代志，因为伫初代教会就已经真清楚甲即个割礼来归纳做犹太文化的传统，毋是一个信仰的必要条件吼。即个就是伫迄个时阵来确立伫圣经甲咱讲的吼。使徒行传第18章22节嘛有讲到，因倒转来伫耶路撒冷探望教会，所以拢总有3摆吼。保罗甲即个使徒的
传统，也是讲许多的群体来报告15章一摆，18章搁一摆，啊，着今仔日21章19才遮，这是第3摆。所以倒转来伫即个所在来甲遮个使徒分享伊伫外口的工作吼。伊讲因听见你捌教导即个住伫外邦的即个犹太人放弃摩西的法律，这是遐个犹太基督徒来放过的代志啦吼。伊讲毋通甲囡仔行洗礼吼，行割礼，也毋通遵守犹太人一般的规定。啊，其实即个叫做啥物？叫做无的放矢啦吼。因为已经伫15章的时阵，使徒的传统已经确立啊，外邦的人毋免来接受割礼吼，但是遮个基督徒犹原爱坚持吼，所以因遮个人着用对伊来吼，也是对伊去逐所在去甲伊迄落吼，这是雅各甲保罗所讲的吼，所以讲伊讲因一定听着你已经来到伫即个所在吼，咱要安怎做吼伫即个所在即个雅各有甲伊讲，你着爱带你遮个同工呢去伫圣殿遐来行即个洁净的礼，搁替因缴费吼，搁伫遐剃头毛吼，咱知影保罗有剃头毛吼。伫外口伫马其顿遐伊就有安尼吼，咱知影讲，迄是一个咧面对犹太人所变做讲因伫拄咧改变的这中间，伊所必须爱做的吼，毋茫会当降低迄个彼此的冲突吼，这是一个咱讲妥协的一个做法啦吼。所以，雅各的讲法就讲，因听见关于你的代志，毋是事实，而且知你嘛是遵守摩西法律吼。咱注意甲看吼，这是伫雅各所伫遐咧苦劝保罗，也是讲劝勉保罗鼓励伊去做的代志吼。伊讲对到遮的外邦的信徒，我已经写批吩咐因毋通食任何祭过偶像的食物，毋通遮的作为吼。伊讲有一寡是袂当免的吼，有一寡是伊感觉无问题的吼。所以了后，保罗就带遐个人第2天甲伊去圣殿来行清气的礼，对圣殿来守即个节吼，嘛等祭司为着因每一个人献上祭物。好，为什么要等祭司？咱知无？咱若去看福音书吼，撒加利亚咧服侍时阵，伊是照着安那班次咧服侍。咱若去看着第4下5章咧讲着第1届的献堂吼，伊遐就讲着讲祭司拢无照班列，意思就是讲因拢有照排班的吼。有人伫迄个所在咧服侍，有祭司咧服侍，就有人会当替伊献祭，所以因着爱等吼，着爱等候有祭司伫遐的时阵安尼吼。好，所以咱开始着看着讲，雅各已经有听着一寡犹太基督徒对因倒转来，然后就劝勉保罗去做献祭的工作。咱就看见犹太基督徒对保罗是足安尼调故意找麻烦吼，因足严来守摩西律法，或者是咱应该安尼讲，因足严格要求别人一定要守摩西律法啦，吼这是咱头前已经讲着吼，这一群人就是咱讲的奋锐党派吼，因是足激进的吼，守摩西律法，这个人是不离济啦吼，不离济吼。圣经咧讲着讲，这个好，王紧好，因听见保罗因转来了，因也回来，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来去搁要来追究保罗的罪吼，这是无影食啦吼，就是讲保罗当然是照着进前雅各因的决定吼，当然伊无甲人行割礼，甚至行洗礼嘛介少吼，保罗无甲几个人行洗礼吼，嘿。
啊，为着要互外邦人会当较容易来接受，也是讲接近即个信仰吼。所以咱知影讲，为什么保罗伊去逐所在咧宣教的时阵，拢会拄着一群犹太人来对伊，四界拢甲伊阻挡、甲伊作对，就是因为因拢咧找伊即个麻烦啦。吼，拢去找即个麻烦，这找即个麻烦是第一届的宣教旅程结束15章的所在，已经确定的代志，但是因犹原坚持，犹原坚持。所以为着要避免即个困难，所以雅各伫迄个所在来建议伊带着伊的同伴即4个人去伫圣殿，去伫圣殿伫遐来行洁净的礼，替因交即个规费，并且来剃头，爱行即个行清气的礼，遵行律法安排日子来献祭等等的是安怎咱会讲因即4位是犹太人？因为雅各尾也有讲到，若递到遮的外邦基督徒，伊有交代因安怎，所以雅各嘛是持守着伊进前所做的决定，无去要求外邦的基督徒爱行较礼，爱去献祭。但是伊望保罗因遮是犹太血统的人，就爱照犹太礼去做，这是真清楚的一个无共款的所在所以。25节的所在，咱有看伊讲，伊无勉强遮外邦的基督徒去做遮的代志，要求因着爱食清气的物件，遮的部分安尼所以保罗伊就照着雅各的吩咐建议，去伫圣殿照犹太礼仪来执行。这嘛真做保罗到伫落尾咧辩论，咱咧讲法院啦伫人家掠咧甲控告中间，伊咧控辩中间，伊嘛真接讲到即个代志。咱看到献祭啦献祭祭物是2只钱鸽子到底要安念啦即礼拜有人甲我问啦有足侪无共款的讲法啦咱即摆的讲法叫做粉鸟啦新加坡人因怎讲呢？因叫做蛤仔，新加坡人但是咱伫圣经内底讲叫做钱叫做钱大家咱小可知影一下好。伫民数记第6章第1节到12节，才有讲到因这拿西尔人的献祭，所以因着爱剃头啦，无爱剃头，等等遮一寡规定着清气的礼等等遮的甲因安怎献祭，拢有咱若有时间，咱才家己去品安尼伫传统上摩西的规定呢，守清气的礼是30天啦但是呢，27节的记载有可能只有7天尔定是毋是有整个的宗教已经改变甲缩短迄个时间咱毋知影真有可能真有可能一般的洁净有照轻重来分，有的1天，有的7天，有的14天，有的80天这互我想到伫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抗议天主教，就是因伫迄个咱咧讲的赎罪，也是讲你若有机会去到伫天主教的较大间的礼拜堂，因边仔拢有迄种各解释，入去就甲神父讲Father I have sinned 我有罪我得罪上帝伊就甲你讲你犯着啥物罪你甲讲了，伊就甲讲你这个罪无要紧，这真轻你着主祷文读1摆就好你若较重的主祷文你读10摆啥物圣母颂你都爱读几摆伊会安尼你愈重罪爱读愈济摆到尾赎罪卷愈重罪你就爱开愈济钱就是爱慢慢变革来啦变革来好。咱也看到讲，伫即个中间，雅各伊考劝保罗，甲因遮的犹太背景的人，拢总有4位，着爱去圣殿做照即个犹太的礼仪，所以我甲称作妥协的礼仪啦基本上会当免做的啦但是为着减少迄个甲犹太人的冲突的中间。
互因知影讲，因犹太人嘛是共款照摩西的礼仪咧做安尼吼。但是问题是，即个讨业嘛无效啦，因为无受接纳，因为犹太人犹原搁去控告保罗因啦吼。所以了后，即个讨业的礼仪吼，就无伫基督教的传统内底保存落来。就是因为即节的关系，就是因为即节的关系。如果当初时保罗因的讨业的礼仪若有留下来，就足有可能基督教到呾会去留即种礼仪落来安尼啦吼。是若假是安尼咧了解啦吼，嘛真嘛会当讲真好加载啦。迄个时阵，犹太人伊就无接纳安尼吼，所以即个礼仪就完全排除伫基督团体内底吼。这是话甲话保罗受掠的情景啦吼。好，保罗因伫迄个7天的洁净的中间，是圣经27节甲咱讲的，伫迄7天的期间得要结束的时，有一寡对亚细亚省转来犹太人看见保罗伫圣殿内底，因就煽动遮个群众来掠保罗吼。就伫遐话讲以色列人来帮忙啊，即个人四界说教反对以色列人民甲摩西的法律，反对即个圣殿啦吼。现在伊竟然带着希腊人进入圣殿，咱注意甲看吼，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吼。因为我想迄个什么人雅各伊有去觉悟着即点，所以伊无要求外邦的基督徒入去伫圣殿，伊只有要求4个人。这4个人是保罗、路加即个什么啦？伊四位同伴，阁有即个提摩太吼，因入去伫圣殿，照即个犹太人的例吼。事实上，保罗无带希腊人入去伫圣殿，但是因却是安尼，因为因有看到伊伫外口甲遮的外邦人徛做伙吼。迄另外一个是西拉啦吼，是咧。好，所以因为29节圣经安尼写，因为因看到以弗所的人有对保罗来到伫即个所在，吼，对保罗来到伫即个所在，因有看到即外邦人伫遮吼，所以因就认为讲保罗嘛带因去到圣殿，对因来讲，外邦人无受到洁净的人入去伫圣殿，就是甲圣殿捌拉散啦吼，这是因的讲法，因的想法啦吼。所以咱会当伫第2届甲第3届的即个旅程的中间，保罗的旅程的中间，看见其实因着拢四界咧闹代志，因拢一直对吼，一直对。保罗就是因闹代志了，保罗就走，保罗就走安尼吼。但是因吼，就是共款啦，就四界对四界闹代志安尼吼。好，咱看见。亚细亚内遮犹太人，因事实上就是拢无要听保罗伊到底咧讲甚物话，伊嘛无相信保罗的讲法，吼，因只有相信，因认为讲保罗就是叫因拢毋免受割礼，所以吼，因就是违反即个犹太的即个礼仪吼，甲因讲，恁无需要甲犹太人共款用安尼来做理由啦吼，因就四界来对保罗，就四界去甲阻挡，去甲抗议吼。咱看20章16节讲，保罗早就已经决定无爱伫以弗所停留，所以伊就离开。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伫遐咧抗议嘛吼。但是保罗伫这个时阵呢，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目的。伊就是要伫五旬节的时阵来赶到伫耶路撒冷，吼，伫五旬节，五旬节，即个为什么伫五旬节？咱念咪来了解一下，吼，来了解一下。亚细亚内犹太人因非常坚持外邦人需要接受割礼，吼，就是讲，你若要相信耶稣基督即个救恩，你爱先。
受割礼成做犹太人，然后你才会当来相信耶稣啊。若要照因的讲法是安尼啦吼，因为变做讲受割礼变做成做一个犹太人认为真重要，必须爱做领受上帝救恩的一个过程。但是咱知影，割礼是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伊想死伊囝吼，伊个囝，迄个时阵了后才开始有诶一个礼仪吼。嘿，好，是咧，我倒转来吼。诶，好，搬过节是安怎遮尔重要啦吼？其实，搬过节会足重要诶原因，是因为出埃及了后，犹太人逐年伫即个节日就有真济诶人拢会倒去伫耶路撒冷，咱咧讲朝圣，伫遐献祭吼。啊，咱知影耶稣受了嘛，甲即个节日有关系吼。为虾米？就是因为犹太人拢倒转来，吼，犹太人拢倒转来，所以嘛，伫迄个时阵啊，保罗嘛是用迄个时间倒转来，嘛，因为安尼，所以有真济亚细亚犹太人因嘛倒转来。这个代志就是安尼来发生，而且发生伫这个搬过节的这个时间啦，吼。所以因着控告保罗带外邦人来互圣地麦拉散，而且讲着以弗所人跌落灰魔吼，安尼吼。啊，因为因看着对以弗所内的跌落灰魔伫即个耶路撒冷的附近。伊掠做讲保罗带伊入去伫即个圣殿内底，所以就招足侪人搁伫遐大声喊休。咱知影迄种群众运动的危险性吼，是讲真侪人听但是无一定听有，就是对人咧喊休安尼吼。伊就来控告保罗讲，伊着四过去人讲，着爱反对以色列甲摩西的律法安尼吼。所以伊嘛用讲。伊来麦拉散圣殿吼，所以就受到遮犹太亚细亚来犹太基督徒遮扰乱，遮群众拢走来，就将这个保罗掠起来。圣经记载讲，对圣殿内底甲保罗拖出去。我毋知影讲安尼到底是虾米人，互耶路撒冷圣殿麦拉散。是保罗因伫遐受洁净的礼，伫遐献祭，也是有人冲入去圣殿内底，甲保罗拖出去，倒一个是无清气的作为。我想这互咱想啦吼。我放问题伫遮啦吼。如果献祭是敬拜上帝，必须要的礼仪，洁净礼是袂当免的时阵，那安尼将人对圣殿拖出来，是毋是一个圣洁的行为？吼招一群人伫即个教会内底，也是讲圣殿内底作乱，敢是敬虔的礼仪吼？我想这互咱的思想啦吼。好，即马着到第31再到40节第21章，咱着要煞吼，就是咧出来伫千夫长啦吼。这个千夫长大概是甚物款的角色？这个千夫长应该是亲像迄个耶稣时代毕业岛的这个迄个职位啦吼，伊是罗马的军队内底上悬的现代的圣经甲翻译做指挥官啦吼，嘿，所以因伫遐想要将保罗杀掉的时阵，有人罗马的驻军的指挥官报告吼，讲全耶路撒冷拢咧扰乱的中间吼，为什么因要杀死保罗因为因着感觉讲伊是安尼对圣殿无解礼貌伫遐来麦拉散吼，所以因足想要甲治伊死罪，原因是因就是感觉讲因拢保罗鼓励外邦的基督徒违反犹太人的传统吼，违反犹太人的即个礼仪吼，无献祭啦，无行割礼等等安尼吼。但是因拄着一个问题是安怎？有人去，我搁倒转来另外一张吼，有人去甲即个罗马的指挥官报告，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吼无有太人的宽病，咱会记哩，咱会记哩耶稣受了去甲彼得倒的面头前有无？吼，啊，彼得倒讲啊，恁家己去治伊就好啊，吼，啊，这市长安怎讲？啊，阮都无有太人的宽病啊，吼，所以因的意思就真清楚，亲像保罗共款，伊就是要治伊死罪。啊，要治伊死罪，伫当初时，若对罗马的角度来讲，就是因违抗罗马皇帝，才会治死罪。啊，所以耶稣基本上是政治犯死的。保罗到尾嘛是安尼啦，吼，嘛是安尼吼，用政治犯的方式去甲伊控告吼。约翰福音第18章31节，咱看见迄个记载耶稣的时代吼，所记载吼，遐讲，但是阮无有宽病吼，来治人死罪伫这所在吼，这是伫约翰福音所写的吼，啊，伫遮嘛共款，因无有这个宽病，所以当有人去甲这个指挥官讲的时阵，指挥官出来，颠倒一个外邦的指挥官。出来了后，就保护着这个保罗，所以伊就甲伊来出面啦吼，有人去甲伊通报安尼啦吼，啊，咱知影吼，伫21章的第10节啊，咱去看到遐保罗伫遐住的时阵，有即个先知阿加布就对耶路撒冷来。就甲伊有言讲，伊要去互掠，然后要受困迫，交互外邦人，就是咧应验即项代志吼。所以千夫长出面，颠倒是甲保罗因保护起来，因为伊爱照方式吼，照方式来处理吼。所以伫人群的中间，有人画即个画迄个真乱。即个指挥官呢，无法度查明，伊就甲保罗先关起伫迄营房内底。保罗行去哩的时阵，就群众真凶暴，士兵只好将保罗甲用钢赶过，群众伫咧后壁就大喊要刣死伊啦吼，这就是咱咧讲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遐吼，这是模型啦吼，这是模型吼，圣殿外口有迄个模型吼。这个边仔就一个营楼的模型啦，吼，伊就是对这个楼梯爱去哩吼，你知影这个边仔这个就是军队伫徛的所在，过大门吼，伫遮吼，这个就是若有阶梯去哩，基本上就是较歹讲啦吼，较歹讲安尼，伊就甲因行过安尼吼，好，这个牧民就是。什物人？咱讲犹太人呢？吼，伊是上帝的选民呢，吼，上帝选伊来做暴民嘛，吼，咱应该感觉真奇怪啦，吼，即群人的行为，甲外邦人，咱咧讲迄个千夫长，也是讲异教徒，也是讲以弗所遮的外邦的遮的地方的宗教的人士来讲，因敢有较好啦，吼，是咧，好。这个图片就是保罗甲千夫长讲，互伊去甲群众说明吼，所以这个千夫长就允伊安尼吼。这个图嘛，甲咱讲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这个军营是伫遮，耶路撒冷是伫遮，所以这个军营无伫耶路撒冷内底，是伫咧外口遮吼。所以你要看吼，这个阶梯，咱拄则所看这个，这画甲画吼，阶梯悬，掠悬去了后，就避免保罗伫这个众人的手中安尼啦吼。好，这个罗马的军队指挥官，伫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受到排斥的，但是伊所做的甲遮的选民犹太人却是相反吼。我要甲这个对比来显明，互大家更较清楚知影吼。照伫罗马军队的编制，就是伫出埃及记了后，因就开始有安尼编制。咱知影有10夫长、50分长、100夫长吼，有1000夫长安尼吼。实际因管的人有当时也无限制啦吼，但是讲基本上大概有几啊百人吼。千夫长当然是
应该1000人以上啦吼。啊，你注意甲看吼，其实伫出埃及的时阵，摩西对伊的丈人叶忒罗的手中学的即个管理的方式，其实就是咱即摆咧讲的小组教会的方式啦。所以小组毋是一个新的物件吼。十夫长一个人管9个嘛，百夫长管几个？百夫长管几个？咱会讲管100个对无？其实百夫长只有管10个人，咱有了解无？百夫长管10个十夫长就好啊。好，啊，千夫长管几个？管10个。吼，这就是咱咧讲小组形式啦吼。咱有机会再过来讲这个部分啦吼。好，啊，大概若照考古的讲法，因就是讲，这个军长的下面有760个步兵，240个骑马的兵等等遮的吼。啊，因离圣殿真近啦吼，耶路撒冷真近，就是以防暴动啦吼。啊嘛，因为安尼，所以主后70冬因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嘛，足紧的，啊，连伊就攻破安尼吼。好。所以，因为离圣殿真近，当有人偷偷走去甲这个指挥官、千夫长讲这圣城内底耶路撒冷已经咧作乱啦吼，伊马上就到，佮保护保罗吼，所以真紧就到安尼啦吼。伊就带保罗入去伫即个营房内底，最主要当然是要保护保罗，另外一方面，安尼伊才会当去问出讲。因咧控告伊的罪名，有事实无啦？无伫咧外口，你知影伫咧外口吼，因就伫遐喊有讲将伊杀死，将伊杀死安尼吼，伊就无法度去甲伊来审问安尼吼。好，因伫遐话讲将伊杀死，即个场景，互咱倒转去伫耶稣基督受审判，面对遐个群众，当毕业倒讲我手中有一个。死刑犯，巴拉巴，你要什么人？因讲伊要爱巴拉巴，甲耶稣就安那定伊十字架，迄个情景是共款啦吼，真共款吼。所以咱看见圣经的记载，保罗甲即个指挥官讲，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无吼？指挥官就讲，你也知影希腊文咯吼？讲那安尼，你就毋是进前迄个时阵作乱带领4000个暴徒走去抗议迄个埃及人吼。好，所以伫群众的中间吼，拢黑白讲啦。也有人讲伊是迄个埃及人吼。照历史的记载，照历史的记载，迄个时阵真正有一个埃及人带一群人。伫遐作乱，去圣城内底，本来是要伫遐来作乱的吼，了后伊就去互人赶出去，伊就逃走安尼吼。保罗甲伊讲，我是犹太人，出自基利家的即个大数，有一个真出名的城市的公民，请你准我即个群众讲话，指挥官准伊，保罗就徛伫迄个楼梯顶悬吼，我倒转互咱看迄个图片啦吼。拄则咱有看到吼，伫遮吼，保罗伫遮来群众讲话安尼吼。但是真可惜，遮个群众都已经拢失去理智啊吼。即个指挥官就准伊去，保罗伫遐做者手势，伊就安静，伊就用希伯来话甲因讲话啦吼。保罗千夫长即个指挥官要求，伊就甲伊直接讲希腊文希腊语。咱会当看伊讲亲像保罗所讲的，伊若面对希腊人的时阵，伊就用希腊人的做法外邦人；对于希伯来人，伊就用希伯来人吼；对于未开化的人，伊就用未开化。所以保罗伊基本上伊真有学识，伊嘛真知影讲要安怎用对方的角度来甲伊讲话吼，这是咱真通学习的所在啦吼。伊伫这个所在用真流利的即个希腊话。来甲即个指挥官讲话吼，当然伊会去做一个外邦的使徒，甲伊的语言的能力嘛足有关系吼，嘛足有关系。好，
犹太人是咱拄则讲的较无受到教育的一个族群啦，吼。咱知影伫罗马、希腊、亚述、巴比伦、波斯以及埃及，拢是古文明的这民族甲国家啦，吼。当然统治者拢会对迄个被统治者较看做因较低阶层的人，较会看袂起因。但是事实上，我拄则已经有讲过，迄个头起先的时阵有讲过吼，这个犹太人基本上对于这个游牧民族进入伫一个定居的民族的中间，因需要一段的时间，特别当初时的教育系统毋是很好的时，因爱较长的时间渐渐来提升因家己啦吼。所以当保罗甲这个指挥官用希腊语讲话时阵，这个指挥官惊一个哦，原来你会晓这个希腊语吼，佮讲伊月头来，佮甲遮个人讲话是用希伯来语咧吼是安那伊会遮着惊？因为伊会感觉讲哦，这个埃及人也是希伯来人吼，可能拢毋是真有受教育啦吼。拄则咧讲着大毕甲哥利亚的代志啦吼。咱有机会家己倒转去看迄段大毕甲哥利亚的战争的这个记载吼。迄个时阵所罗门王真欢喜，做一项代志，什么代志？伊看到大毕是细汉囡仔嘛吼。伊讲你要去甲战争对无？伊当用伊的军装，互大毕去穿。了后大毕穿咧，咱台湾话讲迄个虎神殿灵经壳啦吼，伤大嘛对无？这个大毕就甲这个衫脱落来，放伫一边对无？若照讲，应该有足侪领嘛，伊有足侪兵啦吼，有足侪领通好互大毕去选啊，但是是安那无？历史学家伊安尼讲啦，讲迄个时阵，规个以色列的军队内底只有一领迄个军装啦，其他的遮的战士基本上是拢亲像各样的人有溃烂尔定，因无真精密的这军装，无真好的这设备，吼，所以因看见这个咱讲哥利亚甲非利士人，因有遮尔啊好整齐的穿衫的时阵，因拢着惊啦。咱知影非利士人是对爱琴海附近的民族，渐渐散到伫这个这个咱讲叙利亚南部外海边遮来定居落来。因是一个真文明真有受教育的一个民族，所以因是较文明的吼。当这个扫罗王开始要掠大毕的时阵，大毕第一个所在要去倒位，你知无？就是去非利士人遐，非利士人的王甲照顾。你敢有觉足趣味的？甲今仔日的保罗情景足共的吼。保罗是千夫长咧甲照顾，但是更较趣味的是大毕拄啊杀死哥利亚呢，非利士人战败呢但是非利士人王甲伊照顾历史学家的讲法是讲，大毕伫受到非利士王照顾的中间，偷拿了非利士人炼铁仔的技术，所以伫大毕咧治理以色列国的时阵，因的国家突飞猛进。伫迄个时阵突飞猛进，因的一寡物件会设备起来吼。大概我用安尼背景要甲咱讲，就是讲，伫周边遮个国家的眼中来看，犹太人基本上无有真悬的文明，也是讲教育吼，所以伊感觉真着惊，是安那保罗会晓讲希腊语啦吼。当然，保罗伫即个所在有甲伊讲，伊是希腊人，伊一出世就伫即个亚细亚的即个大数出世的，伊出世就是一个希腊人吼。伊罗马人伊嘛是一个罗马人，嘛是一个即个犹太人吼，所以伊有双重身份吼。尼看即个埃及人。伫即个中间，就是伊有历史学家有讲啦吼，讲即个人带一群
约瑟夫是讲有3万人啦吼，啊不过无要紧啦，是讲咱知影讲伊当初时带一群人要伫耶路撒冷要来占领，要来伫遐作乱，啊去互非利士王甲伊甲伊非利士毋是王啦，是个指挥官吼，来甲伊杀死安尼吼，嘿，啊咱会当看伫使徒行传24章后壁有记载啦吼，好。啊，所以伫这所在，保罗就来甲遮个人讲话，就用希伯来语来讲话吼。好，伊是两个伊的母语之一啦吼，伊的母语之一吼。我试看觅看会当甲22章讲完吼。好，啊，遮亚细亚的人搁转来吼，来甲保罗来掠起来，想要来表达讲，伊是作乱的人啊，因逐世界都是咧甲伊阻挡吼，所以因茫甲伊掠起来，较袂过去传即个，因感觉是错误的安尼吼。袂接受甲你外邦人是袂当进入伫圣殿吼，伫迄个古早时代是真严格吼，因有迄种内院有外院，有负责人的院嘛，有外邦人的院，所以是袂当随便入去伫圣殿内底啦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就来伫即个遮来叫犹太人吼来对因来甲伊掠起来安尼吼。好，保罗吼，伊是伫亚细亚出世的，伊伫迄个所在咧讲吼，讲伊是亚细亚出世的。伊是伫大数出世的吼，伫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开始记载伊的时阵，伊是一个大数人吼，伫遮伊伫异象的中间去来看到一个异象，甲伊讲叫伊去找阿那尼亚吼，来甲伊阿那尼亚嘛受差遣来见伊，来甲伊医治吼。这是伊伫迄个所在咧，甲遮个人讲明，甲伊说明的代志。讲伊嘛是一个犹太背景的人吼。咱知影伫一开始的时阵，牧师有甲咱分享过，讲其实伊毋是改名吼，伊是改用拉丁语的名，还是讲希腊话的名吼。伊本地叫做扫罗吼，就是甲扫罗王共字的吼。了后伊就用即个 Paulos 吼，保罗，因为伊家己真清楚，伊要成做一个外邦的使徒吼，所以伊的身份，伊一出世就是罗马公民啦吼。这是22章25节到30所写的吼，伫这所在。咱知影即种身份，甲咱所了解的其他国家了解是无共款的吼。咱连咪搁较深入来解说啦吼。伊伫遐咧讲着讲，伊是法利赛人吼，法利赛人又讲着伊一出世就是伫即个真严格的法利赛的教师的下面来接受训练吼。伊是一个法利赛派的人，伊热心侍奉，甚至伊认为讲过去亲像即摆犹太基督徒咧共比拼，伊感觉伊是足热心咧服侍上帝吼。伊伫遐安尼吼，所以伊嘛讲着讲，伊过去嘛拢安尼做吼，伊过去嘛拢做即样代志吼，嘛甲因处死吼，甲因安尼做吼，伊讲大祭司甲全议会人拢会当证明伊所讲的是事实啦，但是真可惜吼，大祭司甲犹太人基督徒是徛做伙吼，因治死耶稣基督，伫即个罗马是咧保罗的即个代志顶悬，伊根本无徛伫公义咧讲遮个话啦吼。好，所以咱会当看咧讲保罗真想要用伊家己的经历、伊的历史来争取遮个犹太基督徒的认同，但是真可惜无吼。咱来看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保罗所讲的，讲伊第8天就受割礼哦，伊有照犹太礼仪哦吼。伊讲伊生来就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族，是纯正的
西北来人吼，伊若搁较歹听来讲，恁无几个坎我共款遮顺啊安尼啦吼。伊伫遐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吼，伊讲伊真遵守犹太的规定吼，伊真是遵守吼迄个规定啊。伊讲我著属伫法利赛派，热心来讲，伊捌因为迫害教会来表达伊的热心吼。伊讲落尾伊就搁讲着伊来互主来甲见着的时阵，甲主三甲对话时，伊嘛有讲。主啊，我是迫害你的拿撒勒我是你所迫害主讲我是你所迫害耶稣甲伊讲的这个圣神会光甲伊讲的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受光照了后，伊就改变，伊咧讲着伊受呼召做外邦使徒的一个事实啦但是真可惜，遮个人根本都无接受啦好，所以伊伫这个所在。来说明讲伊家己的经历，伊怎样去得到医治，怎样开始成做一个使徒，伊受到光的照，然后伊就去互牵去到阿拉尼亚迄个所在，然后来受到医治伊伫迄个所在来受到主的呼召。伊讲上帝已经竞选你，这个真重要一句话。你祖先的上帝已经竞选你，互你明白伊的旨意，通看见伊讲伊的仆人，佮听见伊喙里发出的声音然后你要为着伊做见证，这是保罗即个说明伊的呼召，做一个外邦的使徒，甲万民来传福音。呼叫因的名，领洗礼，通好清去你的罪。好，无讲到割礼保罗要讲的目的伫这个所在啦当然，伊伫这个所在有讲到伊的顺服伊安怎顺服着圣神的光照，安怎顺服着迄个声音伊伫遐受到医治，伊伫遐来受到呼召，然后伊受这个圣神的洗。然后伊开始去传福音啦去传福音。22章第17节，因讲伊伫迄个所在来领受这个呼召，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开始来做传福音的代志咱知影保罗伊真清楚，嘛真愿意顺服圣神。咱看见伊第2摆的宣告旅程的中间，伊就顺服着圣神，所以去到利马其顿就来接受做外邦使徒的呼召。第18节，伫这个所在也有看见讲犹太人无接受，所以伊就决定去到伫外邦的所在去传福音。当然保罗伊家己嘛真烦恼啦真烦恼讲伊安尼毋知伊安尼做会当受到人的接纳无安尼啦伊就讲主啊，因拢知影我伫逐所在会堂掠阿敬拍你的人伊即个使徒因无法度来接受保罗所以伊嘛伫迄个所在捌来烦恼过但是了后嘛是使徒因就来接受伊接受伊保罗真正着成做即个福音的使徒伊就真清楚来成做外邦的使徒伊就外邦来传福音嘛咱伫即个第2摆的即个旅程的中间看见伊的即个呼召所以圣经其实有几个所在有真清楚讲到保罗伊即个外邦使徒的一个职分啦亲像伫这经文讲，主对我讲去我要找你较远的所在，去伫外邦遐外邦的使徒是伊真清楚的一个使命。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伊嘛讲：现在我恁外邦人讲话，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当然看重我所侍奉的职务所以伫圣经内底有几个所在真清楚咧讲。有所书第3章伫这个所在嘛有讲，因为安尼我做恁外邦
人做基督徒基督耶稣受困绑的保罗吼，所以伊嘛真清楚知影讲，伊要因为伫外邦的传福音受到困绑，所以咱去看伊讲伊倒转来第21章，伊尾流遮咧看讲，因即阵人就是看见伊伫外邦传福音受到侪人的欢迎。但是伊无坚持爱叫外邦人来受到割礼，因伫遐真受气，所以想要甲掠起来。咱看见因的做法，伊是遐咧乱弹衫即个咱个土粉伫这所在真正是伫遐作乱安尼吼。伫遮虽然保罗真努力，想要来甲因说明、甲因说服，但是无法度吼。无法度，但是上届无伊伫众人的面头前讲着讲，伊是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搁我的主的呼召，受到主的医治，受呼召，即个群众嘛无法度来接受伊，继续伫遐讲来甲伊杀死伊杀死伊安尼吼。这个情景嘛是咱拄则有讲到，就是甲耶稣基督的情景真共啦吼。伫22章嘛是看见讲因共款伫这个所在伫遐咧作乱安尼吼。因伫遐无想着看家己的责任，但是就伫遐甲伊无共款的人，因就用这个真激烈的方式来逼迫保罗吼，甲伊掠起来，要甲伊处死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伫讲，其实这犹太人，照历史学家的讲法是讲，因伫外邦的所在，并毋是受到真好的欢迎啦。这是一种移民的一种困难吼。讲像阮无朋迄阵5月转来时阵，伊有转来有讲一个感受啊。伊出国12冬外，安尼倒转来，伊会感觉讲，伊甲台湾嘛有小可隔膜。伊伫美国，伊嘛足清楚知影伊毋是美国人吼。虽然伊伫遐工作，伊是伫遐读册大汉，但是亲像这犹太人伫外邦共款，伊嘛无真正受到欢迎。伫倒转来，因基本上嘛有一寡困难。伫迄真矛盾的即个中间，因阁真想要来保持家己的认为的传统。其实即马伫移民的台湾人教会内底，嘛拢阁有即种问题。因真想要维持过去因所想象台湾教会的传统。我毋知影咱会相信无吼？即马伫美国的教会比咱搁较保守足济，差不多咱30当前迄种形式的教会吼。台美教会是安尼哦。虽然因伫足先进的国家内底家己的教会，但是因对教会印象是1980年、1970年、1990年因出国迄个时阵因的印象，所以因真努力维持迄个传统。所以其实即群犹太人因的咱讲因家己的困扰，我认为我会当体会啦吼，就是讲这嘛伫移民教会拢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因就真坚持，因为伫移民的国家，因的生活真困难，因嘛真坚持家己的迄种群体生活。当保罗去宣扬福音，佮甲因讲，恁毋免照犹太的传统的时阵，因就起码袂惊你知影？就是安尼吼。所以因就认为讲，保罗甲遮无清气的做伙，佮来北拉三圣殿安尼吼。大概是安尼的即个情形，佮看到保罗甲外邦人倒转来耶路撒冷安怎讲啊？会爆炸了啦吼，就爆炸安尼吼。所以因就伫遐喊有就真大声弹衫，你知影弹衫的动作就是爱脱衫呢。所以已经是咱咧讲的癫狂啊吼，已经无理智啊无理智的一个程度安尼吼。所以其实因侮辱是因家己，因为因无插上帝的旨意甲作为搁较无注意到因的行为是毋是下伫上帝的旨意安尼吼。所以罗马的指挥官就命令保罗即个兵甲保罗带入去内底当然伊若照迄个嘛是甲拍啦，因的
过去的即个时代就是安尼吼，啊，甲问，啊想要爱问出一个原因吼，啊问无出来就甲拍吼，这是古早的形式安尼啦吼，嘿。保罗伊表明家己是犹太人的身份吼，啊，所以伫迄个所在来望遮个犹太人会当了解吼，啊，当然。伫头起先伊无讲到伊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到落尾伊才甲即个官长讲吼，讲安尼伊是罗马的公民安尼啦吼，嘿，了后伊表明伊是罗马的公民了后就伊的态度就无共款啦，做法就无共款啦吼，伊来讲吼，我就是啊，我是罗马公民啊吼。啊，指挥官讲吼，我开一大笔钱吼，才取得公民身份。吼，所以咱知影，这个指挥官伊毋是罗马人，伊嘛是一个移民。伊这叫做什么移民？叫做投资移民。伊开一笔钱，你知影？吼，咱知影伫美国的移民，也是讲其他移民国家共款吼。有的人用投资移民，有的人用工作移民。吼，那保罗伊是安那？自然公民。伊讲我生落来就是啊，伊是自然公民，所以有可能伊的老爸是一个投资移民，还是安怎毋知？但是因为因老爸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生落来伊就是公民啊。吼，这是安尼的角度，所以迄个指挥官一听到就惊。哦，我是开足侪钱，伊才诚做公民啊！你生落来就是哦，我这伊会有代志安尼吼，像美国人吼。美国吼，啥物人拢会当去竞选做地方的代表、众议员、参议员拢会使，但是做总统一定要伫美国出世的，生落来就是美国人的，才会当参选总统安尼吼。啊，意思是讲，生落来迄个自然公民权的人吼，比迄个移民的吼，个性好像高了一等的感觉啦。所以这指挥官会吼，足紧张的安尼吼。吼啊，所以就伫遮迄个情势就改变吼，情势改变，啊，伊就吩咐伊遮个兵啊，就爱甲伊即个透开吼，然后伫遮来甲伊对话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迄个出生的公民权伫美国目前还阁是安尼吼，所以真侪中国人足爱去美国生囝，伫加州有掠着足侪即种的叫做坐月子中心。阮定定去迄个超市吼，就看迄个22人座的，就驶到门口，就一阵吼，拢大巴肚的，一个查甫载一阵迄个大巴肚落来，落去买物件，拢中国人。因遐你知影，因足反美的，但是因足爱做美国人的老爸母，因为因知影遐自由，所以迄个自然公民权伫美国。也阁是安尼，真有可能嘛是这是西方的制度所延续落来啦吼。好，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因伫即个所在，伫遮伊接受到即个逐个抗议，伊然后伫即个所在百夫长、千夫长啦吼，移民的身份啦、自然公民啦、千夫长的烦恼啦，伫这个经文的尾后，就甲咱讲啊吼，所以。这指挥官伊知影着保罗是这个罗马的公民了后，伊就佫无共款的一个做法啦吼。保罗佫有无真济无共款的身份，佫有咱讲双重国籍啊，多重国籍吼。所以伊就佫较想要明白犹太人控告保罗这个理由吼。所以，伊就从第二天就甲保罗带到伫这市长甲全议会面头前来接受着审问啦吼。嘿，咱可能今仔日干来当讲到遮尔吼，已经8:45啊吼。咱后礼拜来甲23、24讲完啦吼。迄个资料已经互咱啦，咱有时间会当先小看者安尼吼。好，到遮有问题无？是因为犹太人有因，到即嘛嘛一直去接受因家己的传统，所以伊接受耶稣的机会就足低，是毋是安尼？有，佫有一派人真严守即个规则啦吼。但是呢，其实有咧震动的中间啦吼，就是讲
我记阮家己亲人的例啦吼，我一个表兄伫夏威夷大学咧做教授吼，伊的查某囝是嫁互犹太人。啊，我去参加因的婚宴的时阵吼，阮哥哥甲我约过，讲迄个因迄个囝婿吼，因小妹结婚的时阵，阮做伙去互请吼，互因请。啊，阮哥哥甲我约过讲吼，因即个囝婿吼，无食迄个龙虾啦。啊，迄道吼，迄道一个人500块美金呢，足好诶菜啊吼！啊，伊讲因这囝婿无要食，我讲哦，无要紧，uncle 会当甲你帮忙，因为我有食。伊讲啊，你牧师呢？我讲我毋是犹太人吼。因啊真坚守即种诶礼仪诶物件，因咧即种诶垃圾诶物件无要食，吼。但是你也看，伊带外邦福音人，因有一寡咧耸动诶中间啦，但是佫有一群人吼，比这个较严格。比这个严格，换哪有啦？但是讲迄个趴数渐渐咧改变的中间啦吼，啊，真正也毋茫讲因会当改变，会当来接受。我有捌足侪迄个犹太基督徒伫美国啦吼，嘿，啊当然嘛有抑佫真大阵伫洛杉矶市内，每礼拜六拢会当看到一群犹太人吼，拢穿西装，无论偌热，拢穿西装，查甫人顶迄个细碗帽啊吼，啊，附近人拢顶迄个乌帽啊，吼，啊，当然因即马无看面啊啦吼，啊，因着安尼行，无论因兜伫甲因的会堂偌远，因拢用行的去圣殿啊，伫遐咧敬拜上帝安尼吼，啊，这当然是我感觉真感动的部分啦吼，但是嘛是看见讲，佫有袂少的比例的这犹太人，其实伫外国吼。有两个极端啦，吼，有两个极端，就是讲，有的人就较开化，因为接触外国嘛，吼。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我咧讲移民教会安尼共款，因就愈较保守，无法度改变吼。我捌无偌久之前看一出电影啦，吼，就是一个犹太人的负责人吼，伊的先生忽然间过身。啊，伊的先生的小弟是伫纽约咧做医生，啊，伊的生活都已经拢真西洋化。啊，伊交一个白人的女朋友，但是因妈妈甲伊叫转去，要创啥？荷兰药，转去带伊拿说，伊挡袂牢，无爱啊，但是无法度，伊犹太人的传统，吼，犹太人的传统。到落无法度啊，伊就要互家庭的人会当放心啊，伊就真正甲带转去伫纽约内底。啊，即个少年的医生已经无伫会堂内底啊，但是即个因阿嫂是一个足传统的犹太福音人，伊去到伫纽约内底了后，伊就开始去找会堂咧聚会，结果伊找着一间叫做啥？叫做伊叫做。我袂记得伊个英语的名吼，伊就是讲，若像是犹太改革教会啦。你毋知影列比啥物人？列比是一个女的。伊迄个因妈妈来找伊的时阵吼，看着就气到要死。你哪会当来即种迄个犹太会堂？这根本就是毋对的，安怎啊，就足侪问题就出来安尼啦吼。啊，有机会咱会当来看迄出电影啦吼。我感觉嘛会当互咱来了解讲即马犹太人所面对的一寡问题吼，啊，真趣味啦吼。伫国外大概分做两种啦吼，分做两种。啊，一种是已经较改变的，啊，一种愈较保守吼，愈较保守，嘿，毋茫因会当改变啦，嘿。不过，其实咧读着这，咱除了看着讲犹太人的即种固执以外，就是讲，嘛是倒转来提醒咱家己啦吼，就讲伫咱的教会的历史、咱教会的传统的中间，咱有一寡物件必须爱被改变的时阵，是毋是咱已经准备好要互上帝来改变？我这是伫大概这段的中间，咱嘛受到提醒的一个部分啦，嘿。
好，搁有无？无，咱请咱连长了，带咱来做结束祈祷。互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通过保罗第第旅游报道中间，阮真知阮需要面对侪侪的挑战，特别伫教会处理即摆现今的社会，有侪侪需要阮做一寡调整，才会当互你福音更较容易来传出去。啊，阮家庭会当在信仰方面更较好势，伫遐做传承。所以即前，阮需要继续来持守，或侪侪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后教会面对这个时代，会当继续得到发展。阮将过来，阮就要继续伫个列话内面，会当得到更较侪提醒，会当通过这列话，互阮知阮的生活，那就要下你的旨意，会当缀着时代的脚步，伫遐来做一寡调整，做求你慈恩看顾。阮即句伫遮也要做一个阶段的结束。阮感谢你，牧师真好，甲阮做一寡解释甲分享，阮感谢你。阮要四散，求你保守阮，互阮永远袂当好困到天光。四散进前，俺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晚安。好，晚安，晚安。